中共防疫政策摇摆不定，新的防疫20条看似放松了管控，但因多地疫情升温，管控再度升级，引发民怨。中共在东突厥斯坦以隔离的名义将人们锁在家中和集体观察中心已经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最近发布的视频揭示了所谓集体观察中心的真实恐怖面目。在一段视频中，一名维吾尔妇女描述了集体隔离点的恶劣环境。在这些所谓的隔离中心，实际上并没有实施任何隔离措施，卫生条件也很差。问道：这里是隔离中心还是回收中心？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每年举行的享有声誉的国际安全会议之一，于11月18日开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勒坤艾沙在会上进行了发言。他说，世界正面临着艰难的局面，不仅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中共病毒，还因为中国气候变化和权威主义向其他国家蔓延。2017年以来，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已经过去6年多的时间，超过300多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被中共关押在集中营，但世界对此保持了沉默。他强烈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力措施，追究中共罪行的责任。美国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克·卢比奥日前与多位共和党人推出了一项法案，禁止发放旅游签证给中共党员。卢比奥办公室11月18日发布的书面声明表示，这项法案是为了遏制中国公民加入共产党，并进一步限制中共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声明表示，不限制中国公民申请其他签证，包括外交签证、学生签证、体育及艺术人员和投资签证等。卢比奥说，在中共努力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的计划中，他试图削弱和破坏美国。每个党员都被要为中共的这个目标服务。允许中共党员在美国度假、购物或经商不符合常理。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共在国内宣传的就是要战胜美国，统治全世界，霸权主义野心非常明显。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察站不断被媒体曝光。11月1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议上表示，联调局正在调查一个设在纽约市的未经授权的警察站。这个警察站是中共全球警察站网络的一部分。他还表示，中共警方在未经协调的情况下在纽约设立了办事处，令人非常愤怒。他侵犯了主权，规避了标准的司法和执法合作程序。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绝不会对此听之任之。总部设在欧洲的人权监督机构保护卫士9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揭露，中共在全球设立了至少54个海外警察站，其中北美有4个，1个在纽约市，3个在多伦多。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南美洲高原杀手厄瓜多尔在 A 组小组赛中以2比0击败了东道主卡塔尔。在过去21届的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都没有输过球，即使实力最弱的南非，当年也是1比1战平了墨西哥。没想到，作为亚洲冠军的卡塔尔打破了这个神奇的定律。比赛接近半场，好几百名观众失望地离席。球赛进行到80分钟时，全场观看者已经寥寥无几。卡塔尔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桑切斯在失利后告诉媒体，希望我们下一场比赛能够踢出好水平，获得观众的支持。